时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个月14号，中国一台渔船掠鱼，甲咱食过界，咱的海巡署出动来追捕，结果对方是丙船，有2个人死亡。这个事件是继续来探烧，总有3台中国的海监船，其中有一台是福建省上界大台的海监船，是出现伫个马祖的海峡，离这个南竿岛只有5.75海里。讲这台福建省上界大台的海监船，早起是继续伫马祖附近在驶，是互两方的情势更加紧张。这是中国1500吨升级海监专用的接驳船，是福建省上大的海监基建。昨下晡，包括这只海监船，总共有3只中国的接驳船只，伫台湾马祖的南竿岛出现。根据中国船只对踪的资料，编号 CMS8001 接驳船下晡出现伫马祖南竿的西方海峡。离南竿岛敢若5.75海里。今日早起，共一只8001游玩出现伫马祖附近的海峡，互局势愈来愈紧张。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？要开几张，万一转不翻不掉，要撞回才会翻掉了啊！我们两面的渔民打鱼，我们没对他怎么样。讲到后天，伊拢是2月14和台湾海巡船 A 龙渔民。海巡署表示，代志发生的迄天，捌几啊摆和渔船接触，了后渔船就变船，也毋过因为海巡人员无录影，抓正早落城门。录音、录影、照相的资料在哪里？一艘快艇公务船上面有4位海巡同仁，难道4位海巡同仁他们在出勤的时候都忘记带了密录器吗？不要片面改变现状，更不要来进行没有法律依据、没有正当性的这种过当的作为。两岸情势升温，都惊弄阵的代志，佫出现什么小角色，就会真歹收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